各位好啊！而家我喺翠屏花園一個262尺實用可以做到2房，但係而家有1房嘅單位上面介紹俾大家。咁啊有正參觀，上面就裝緊修有少少，但係就唔影響我哋睇樓嘅。係啦，一入到門口呢一邊，咁啊見到一個大廳長廳咧，本身呢一個位可以揀一間房位嘅。右手邊有一間緊房啦，兩邊窗啦，你可以放衣櫃。呢一邊就洗手間，好乾淨企理嘅，做咗企缸。咁就廚房又做咗上面一個有透明玻璃嘅呢個結構式，即係比較實淨嘅呢個玻璃櫥櫃。色路喺呢邊，哎呀，咁感覺上呢個單位光猛啦，向翻正東南舒服嘅，景觀亦都唔錯。景觀落去望望先，景觀。